恭喜你喎！我哋唱呢首歌咧，即係攞到一個非常之好嘅成績啦，99分啦。我知道啱啱即係呢一個禮拜短呢個禮拜咧，其實呢個喺網上面嘅編輯報告成為咗 YouTube 熱搜嘅 number one。俾啲掌聲啦，各位。係啦，有冇啲説話想同翻大家講啊？好多謝大家，今日好係現場對住大家一齊唱一個歌，真係覺得好開心。好，咁我相信咧更加會放嘅，因為現場